那讲到现代人无爱生囝，颠倒爱饲狗仔甲猫仔。最近这几年，每一年新登记的宠物，都比新出世的囡仔更加多。也另外，这动物盘生死的问题嘛，愈来愈受到重视。针对动物盘过身的丧葬服务，这农业部是表示，会继续来辅导业者来做用地合法登记。手机啊、相簿内底拢是含心爱的狗仔、花花、旅行的记忆。对本岛到外岛、上山下海，搁做伙算势，早就已经互王先生认定是永远的亲人。花花17岁离世，想起来也是互伊目眶红。最后一程，伊也委托宠物生命业者，互花花通真体面来告别世界。除了是好朋友以外，也是家人。那他们要在走之前，也要有得到一个应有的，基本上最好的一个方式，不是只有随便就是包一包，然后好像垃圾这样子丢掉一样。不过，过身送别的全台湾数百间宠物生命纪念业者，有真侪拢伫定义无清楚的地带，大主大意设立宠物尸体小型焚化炉，甚至是投机说名目收钱，拢摊成真侪争议，甚至有公共安全的疑虑。目前全台湾，敢若桃园甲台中有相关自治条例，业者爱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证才会当营运。其他的县市，敢若农业部所定的审查作业要点来规范。虽然2023年已经绑定合法化的标准，不过申请的业者犹原无到实际营运的数量。目前大概已经收了有70几件，我们已经同意了10几件。目前的那个变更编定是中央同意之后，那地方还要去做一个实质的审查。那实质审查之后，这个土地变更成特定目的事业用地之后，它才能够去申请后续相关的一些建筑的一个规范。宠物伫主人的心内留下宝贵的生命经历，最后一程也好好讲再见。不过，大多数的县市政府无定自治条例。农业部坦白讲，业者伫营运的过程当中，只要得到商业登记，实际上也毋是无合法。目前宠物饲养业者上接拄到的问题，就是土地合法化，安怎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，确保公共安全，也当好好处理宠物的丧事，犹原是挑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